Hello，各位星又見面啦，歡迎收睇中國 TV。今次咧係姚本輝特輯啊，11月19號啊。由於咧頭場啦，而家咧星期二拍片時間晚上9點鐘噶啦。咁11號嘅一隻凌風傲雪咧，咁啊由於今日天氣下晝開始咧降溫噶啦，咁啊天氣非常之寒冷啦，所以各位星咧聽日啊入場睇馬仔嘅，繼續多件衫仔啦。其他師兄嘅話，亦都希望今次咧中老 TV 可以幫到各位師兄咧拍到啲冷馬仔啊。咁11號嘅凌風傲雪咧，阿費咧就會係一個叫做拋磚引玉嘅一隻馬仔。如果聽日頭場嘅11號嘅凌風傲雪，而家咧4.2都算係冷門馬嚟噶啦。咁今次啦，金城江點解今次阿費會都照樣咧去買翻呢隻11號嘅凌風傲雪咧？好簡單嘅咋，睇翻個騎年嗰度咧。今次咧就係希斯3.5分之外咧，另外啦多出馬嘅就係沈就成馬房啊。另外啦有一隻出咗2466隻馬嘅仔嘅，就係羅富全馬房啦，就4.75嘅。反而啦姚本輝馬房咧出咗5隻馬仔啦，就係有隻馬仔13倍嘅，一隻千里之外嘅話，今日隻非常之冷門嘅隻凌風傲雪嘅話咧，居然咧開飛咧有9倍噶啦，所以今次阿費咧亦都係隔夜飛啊，買定咗隻係姚本輝馬，買定咗姚本輝馬房嘅9倍嘅一個力騎師王啊。由於啦希斯馬房啦，我都覺得佢啲馬仔咧屬於咧係2、3選嘅馬匹，冠軍馬唔係屬於佢，因為咧第3場嘅已經鎖定咗咧，就隻時間寶咧應該都係超級係熱門兼咪贏買佢啦，特別標青嘅。咁一個冠軍之下嘅其他馬仔攞翻個2、3批咧，就已經非常之係直播噶啦，嗰個9倍嘅騎師練馬師王啦。所以啦，今次嘅睇食粥食飯嘅，睇翻頭場嘅呢隻咧就係凌風傲雪，可唔可以入批成功啦？4.2嘅位置啊，大家提醒各位師兄啦，記得啦，有少少空餘錢嘅，記得買佢啦。嗱，點解話隻凌風傲雪咧直播多少少啦？聽聞個騎師王呢度添啊，咁啊上邊嗰堆咧都係15倍之內啦，反而啦下邊啦俾到潘文輝咧，居然咧246.5隻馬仔啦，開飛45倍啊！另外啦蔡明少60倍嘅，反而咧黃志宏啦得3隻馬仔跑咧有成咧就係20倍噶，大家可以睺準多少少啊！街燈啊或者係99圍攻呢啲馬仔啦，但對比同日嘅對手呢，有隻馬有個騎師呢，就係金城江嘅，都係開飛俾大家呢4隻馬仔啊，特別呢其他馬仔嘅都係成31倍啊或者13倍6.0嗰隻呢，就係聶寶勤嘅。咁對比之下啦，20倍開飛嗌少禮啦，都成7隻馬仔跑之際呢，居然4隻馬仔跑有20倍嘅之後嘅金城江呢，肯定係去馬多少少直播多少少嘅。咁由於個賠率呢，嗰個4.2位置呢，我覺得呢始終都可以直播多少少啊，所以呢，而家4.2變咗係3.2啦。講一講嘅話，所以凌風傲雪聽日啦，食粥食飯拋磚引玉嘅第一隻姚本輝馬房呢，就係11號嘅凌風傲雪啦。如果去買入三甲嘅，就可以考慮翻其他馬仔啦。如果係第一場嘅11號嘅凌風傲雪可以入批成功呢，咁啊大家一齊啦，睺準翻第3場開始啦。姚本輝嗰隻3號即係時間寶呢一場啦，1分09.7啦，係17之前做成呢個時間嘅。咁啊同日咧對比之下嘅話咧，得翻咧就係6號仔嘅東方魅影啦，就係最新時間係上個賽季啦，就係造就過1分09.87呢個時間。咁今個賽季啦已經時間咧慢慢咧比較係大渡口啊。最新嗰次谷咗千米賽事啦，揾咗希威森啦，就可以輸個頸位嘅啫。咁今次同揾翻希威森噶啦。咁呢隻咧都係入三甲嘅不知選嘅馬匹。咁隔離嗰隻馬仔啦，8號仔嘅焦點啦，最新啦10月22號時間12外檔，跟住去翻係7檔嘅，同樣磅數113磅。所以啦，上次啦12外檔都可以1分10.08。咁今次咧呢隻焦點咧可以上嘅機會咧都係同隻時間寶差唔多嘅，可以破咗1分09點幾嘅時間價值噶啦。咁其他馬仔俾大家望一望啊，快速望一望嘅，全部都係1分10或者1分11噶啦。咁所以對比之下嘅同對手冇邊幾隻馬仔啦，可以係呢3隻馬仔咁超噶啦。咁咁超得嚟嘅話呢 2.5 獨贏1.1位置啊，即時間寶呢係足俾大家呢望望，全部都1分10打上為咗少少。反而啦輕磅兼係2檔。反而啦，3號仔嘅時間寶啦，133磅，上次132磅9檔啊，今次更加好檔位去翻2檔噶啦。咁上次僅輸4分3個馬位，1分09.71啦。咁之前啦，一檔兼重磅132磅嘅潘文輝啦，都係做咗1分10.04。咁啊，上個賽季啦，呢隻馬仔啦都係1分10.39嘅啫。所以穩穩陣陣咧，全部時間越跑越好，1分09.39，1分10.04，1分09.71嘅。咁今次咧。再接咗嚟呢，3號仔嘅時間寶呢，基本上呢就係領超過晒其他嘅對手嘅。首先檔位好啦，第二樣嘢啦，何澤義啦，上次跑慣跑熟1分09.71噶啦，4分3個位，所以今次再接咗嚟啊，可以呢贏馬數特別大嘅，係3號仔嘅時間寶啊。咁好啦，咁攞住一個冠軍之際嘅呢，就大家睇翻第7場嘅就係
姚本輝馬房7號仔嘅就君致勝啊。今次一檔好檔位1650米賽事啦，多急彎嘅一個冠軍3個季軍嘅君致勝啦。最主要就係4之前1分39秒46做一個標準時間嘅啫。咁同對手啦，1號仔嘅而家第熱門嘅就隻醒目先驅啦。咁入嚟望一望啊，最新嗰次啦1分39秒89啊。咁啊120磅嘅東明朗，今次呢一次去到頂磅135磅，10檔外檔多少少。所以呢，買醒目先驅嘅話呢，我寧願搏嘅就要咗隻君致勝。隔離對手輕磅得嚟嘅4檔嘅就係3號仔嘅就係出熱線風啦。最新嗰次啦，谷草1000米賽事都係分39秒51，但係一隻分39秒1分39秒51，一隻呢1分39秒1分39秒89嘅。但反日啦，同日對手一檔外檔嘅呢隻呢，最新拆期嗰次姚本輝馬房。最新嗰次啦，揾咗呢就係11月5號揾咗潘頓10檔外檔330磅之下嘅話呢，可以1分39秒55噶啦。咁上個賽季到而家，由過往嘅末段時間由24秒12 1分39秒46最快時間末段啊，到最新嗰次啦24秒11嘅10檔外檔，到潘頓重磅之下嘅話23秒51啦，末段時間呢足足快咗係0.6秒噶，所以總時間呢係比成個賽季啦已經係比較好少少時間啦，1分39秒55噶啦。咁今次去翻一檔好檔位，磅數更加輕磅多5磅嘅，揾咗麥道朗。咁嗱，末段呢23秒51，23秒51係好誇張啦，23秒85嘅，同埋呢度啦24秒13噶啦。所以今次呢，一個咩重磅，一個呢就係中距啦124磅啦，但時間1分39秒5嘅時間情況下呢，嗰個2.8位置呢，咁加上啦贏馬都可能機會特別大多少少啊。咁對比之下同個對手啦，另外一隻馬仔啦，就係隻9號仔嘅本領非凡啦。最新嗰次呢，1分40秒65噶啦，10檔外檔，今次9檔何澤堯114磅嘅啫。咁末段之後嗰24秒09啦，得唯獨一隻馬仔呢係23秒51嘅，所以有機會呢就係望亞奪冠嘅就7號仔嘅君致勝呢都可以呢嗰個2.8位置直播多少少啊。獨贏嘅大家可以去搏一搏啦，我就買個2.8位置一檔兼好檔位，慳翻唔少嘅骨力啊。所以啦，直播買多少少個潘文輝呢個呢，就係2.8位置嘅7號仔君致勝。好啦，咁3隻馬仔講咗之後呢，第4隻馬就係鎖定最後一個場次啊。潘文輝一定掂啊！第9場嘅10號仔一定掂啦。咁呢度個對手呢，1分38秒幾嘅就3號、4號、9號、7號嘅，但係全部馬啦，呢隻馬仔10號仔一定掂呢係冇跑過路程嘅。但最主要啦，佢填土嘅1000米賽事啦，由上個賽季1分22秒18，末段時間23秒64，到慢慢啦1分22秒36，到末段時間23秒21，佢最新嗰次呢。今個賽季嘅兩仗遠地之下1分22秒35啊，快步速就係12外檔，後邊追上嚟噶快步速嘅話都可以奪冠啊，所以後邊爆發力呢都非常之好嘅。但係當日係由於係遠地啦，所以23秒48啦。咁去到好地之下嘅話呢，10月14號啊，升班賽跑3班啊，冇有怕。攞住個輕磅，之前132磅啊嘛，即時輕磅咗唔少啊，19磅嘅艾少里啦，足足輕咗13磅之下嘅話咧，即時嚟料噶啦。由頭追到後邊仲有一刻嘅話咧，雖然係贏冇贏過，攞住第4名嘅，但時間係個季內咧算係比較好少成時間噶啦，1分21秒32噶啦，末段時間咧更加好啊，23秒09，又比佢嘅上個賽季啦12外檔嗰次啦係攞住第三名嘅。23秒21到23秒09呢，足足快咗係0.2秒有多啦，差唔多0.2秒噶啦。所以今次呢，去翻11月6號啦，咁啊周俊樂拆旗啦，同樣啦都係俾人知咧輕鬆勁跑噶，主動呢就係追上啦，攞住第2名嘅。嗱，如果咁樣呢，純粹冇不過谷草嘅1650賽事啦，純粹話係咁樣去對比之下嘅話，填到1004係冇嗰個係標準性嘅，但係唔緊要啊。11月6號呢，嗰個重返40呢，有個非常之好嘅就係嗰個就係積分啦。同對手嘅電源之區呢16分嘅，一定點呢64分。然後啦，第3名嗰隻呢就一起美麗呢已經係78分嘅，第4名嗰隻火焰閃爍呢68分。反而啦後邊啊第5、第6名嘅都係75分嘅時精準，同埋呢就係隻劍飛星噶啦71分噶啦。嗱，所以全部70零分之際嘅話呢，反而二選啊輕鬆勁跑啊，輸個短頭嗰隻呢一定點呢64分。所以對比之下，6隻馬仔比賽呢，有成4隻呢都係勁抽嘅馬匹力之下嚟噶啦。所以呢，呢場嘅試集呢，亦都非常之呢有嗰個係嗰個參考性嘅。所以時不時睇翻當日呢，一定點樣輕鬆啦跑到第2名啊！好
好啦，事不宜遲，睇翻6隻馬仔嘅從化試閘啦。中間3檔出閘嗰隻呢，就係淺紫色衫啊，淺紫色袖嘅個騎師，其他特別高嗰個呢，就係一定掂嚟噶啦。咁同日隻馬仔都叫做呢係均速咧向前邊跑嘅，好快脆已經喺前邊3隻馬仔遙領先咗後邊嗰3隻嘅。但係大家唔好唔記得。第2名嗰隻225呢隻呢，就係淺色衫嘅馬仔呢，定點呢係純粹64分嘅咋，好多隻馬仔都係78分、76分打上多少少噶啦，所以見到騎師呢依然好輕鬆啦，係咁拉住隻韁繩嘅啫，冇點樣去邊隻馬仔嘅。嗱，準備轉彎啦，呢度呢，依然呢各位師兄呢，或者係各位嘅騎師呢，依然呢冇乜點樣呢，就係去邊隻馬仔嘅，好快脆轉完咗彎，準備攞定嗰個直路之際嘅話，大家睇翻啦，嗰隻呢定點呢點樣輕鬆呢，就係可以搶先噶啦。嗱，佢就轉完彎啦，即定點呢，依然好輕鬆，騎師冇乜點樣喐過嘅啫，依然呢，我高個身呢，非常之係直挺啊，不直噶，所以見到輕鬆呢，隻馬仔自己64分之下嘅話，困一困佢嘅2、3名嘅都係78分、76分嘅馬匹啦，所以見到呢，最後呢，電源之區呢，可以呢，騎師仲要係吹得2下先至可以奪冠啊，輕鬆之下嘅話呢，就一定點呢，反而啦，跟住隻馬群呢，係咁樣隻電源之區隔離嘅咋。嗱，贏咗馬之後嘅呢，隻電源之區2地名呢，依然呢係跟前邊嗰隻呢，就電源之區呢係向前邊跑嘅。咁啊，反而啦，大甩去其他後邊對手噶啦，所以見到呢隻馬仔基本上呢隻馬仔未喐過噶，越飆越前噶，所以一定掂嘅話呢，留翻大把貨在手噶，大家留意多少少啦。嗱，雖然嗰晚呢比較差少少嘅，但係呢純粹阿肥俾大家望多少少嘅，就係因為隻一定掂呢對手真係完全非常之輕鬆之下嘅話，完全冇鞭策之下嘅話，都攞住個第2名嘅。咁啊，嗰個沿途呢走位呢，去最後嗰下嘅話，如實分析呢，亦都係隻馬仔啊越跑越挑前咗其他馬仔嘅，所以一定掂呢大把貨在手多少少話，所以嗰個2.7位置呢，大家留意多少。其他馬仔我就唔多點講嘅，最主要呢係因為呢隻馬仔啦，今次過嚟一谷土1650賽事啦，大把貨在手之下嘅話呢，就跑之前嘅谷土前土嘅1400米賽事亦都係進步甚佳嘅馬匹，今次係輕磅呢，19磅呢，周中羅薩奇啊試閘亦都非常之好嘅，所以2.7位置呢，阿肥特別中意多少少嘅，所以今次呢，阿肥都係提前多少少呢，由於9倍嘅呢個練馬師王呢都好食博，所以買咗少少。咁另外呢，聽日拋磚引玉嘅第一隻馬仔呢，就11號嘅凌風傲雪，如果3.2位置啦可以呢係博成功之際嘅話，大家睺準咗啦。分別第3場嘅時間寶 2.6 咧獨贏啊，領超咗其他馬仔嘅。嗱，獨立買嘅話呢，就11號嘅凌風傲雪3.2位置啊，試一試個水溫，兼係試一試聽日嘅話呢，會唔會係姚本輝馬房得嚟料啊？如果呢一場贏咗嘅，咁啊時間寶呢，大家多餘錢呢就買啦，多少伏米噶啦。咁啊寧願呢將翻個錢呢就拗落去啦，就係第7場嘅就係隻7號仔嘅就君子勝嘅 2.7，同埋啦第9場嘅10號仔一定掂啊，個位置嘅咋，穩穩陣陣贏錢更加係開心多少少啊！所以呢一場嘅今次嘅姚本嘅特輯呢，特別嗰4隻馬仔分別會有11號嘅凌風傲雪，第3場嘅3號仔時間寶，第7場嘅7號仔君子勝，同埋第9場嘅10號仔一定掂係阿肥嘅推薦俾大家嘅各位師兄嘅一啲直播馬匹啦。咁啊，希望聽日幫到各位師兄呢贏大馬贏多啲啊！去到最後啊，想成為收費會員嘅，聽日講緊篇先走人啦，拜拜。中老 TV 收費會員計劃，新一季波馬全天候，助你以小博大，新馬季開鑼，足球賽事全年無憂。中老 TV 繼續同你一齊路路睇，鎖定冷門場次，精準出擊，助你贏得漂亮。點解選擇中老 TV？ 真實力有據可查， YouTube 貼文區公開過往成績，中老幫你縮窄範圍，提升中馬機率，飛數證明一切。幾十蚊本錢博過千回報，試過28蚊博608蚊，100蚊博1246蚊，更有126蚊4連環博中2604蚊，極致冷門都捉到。上季182倍界凳爆冷腳都冇走雞，就連六環彩10蚊雞中6364蚊都試過，全靠策略加數據加埋運氣。會員專享服務，白銀會員50蚊，人工 AI 六環彩錦囊表格，最後6場每場精選2匹機會碼，每個賽日錦囊會更新喺貼文收睇到。黃金會員150蚊，六環彩 AI 錦囊加全日賽事心水貼士加死火馬環節，避開熱門陷阱，集中注碼搏殺。鑽石會員200蚊，推介加量不加價，全包黃金會員內容 ，WhatsApp 群組臨場真飛部署，賽事分析，直播彩池推薦，再加足球過關心水貼士，每日早、傍晚、凌晨3段時段分享。試業期間20蚊過關贏800蚊，唔係夢，
4到5倍平常時10倍以上基本盤。中佬唔講廢話，只講實力與成果。新一季無論係賽馬定足球，我哋陪你全天候捕捉冷門，過關攞獎金。有興趣想成為我哋中佬 TV 收費會員嘅你哋，可以係中佬 YouTube 頻道主頁點擊紅色框框呢個位置，就會彈出收費會員計劃欄目，有白銀、黃金、鑽石會員3個級別，以小博大贏到錢，心動不如馬上行動，唔係強制性消費。中意邊個級別隨便選擇加入成為中佬收費會員啦！立即 WhatsApp 中佬67304593，選擇你嘅會員計劃，睇得到嘅實力，贏得到嘅回報。